係啊，各位聽眾，嗰陣可能到底嚟收聽，然後見直播，當然我係做 automation 啊，免第個博士啊，當然我哋 try 用 automation 啊，我今日咧杜波零嘛，不杜波水嘛，即係特別，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咧嚟介紹，我能有3間特別嘅邊喎，係3間特別嘅邊，哇，水啊！即係嚟老椒先介紹起正超平嘅老椒，老椒正少平嘅老椒，哇咯嚇 ，hello 係對，就是路，แล้วก็老椒，冇大行 ，hello，這是新椒頭一擺來嗬，本來我見頭一擺來錄音嗬，我幾驚，哇！你看佢出字嘅，睇面。Hello，邊字句子要錄啊嘛？唔是頭一擺啦，我嚟唔到啦。哦，點知你錄嚟？講完嘢啊！你睇是部 video 係有啦，換車，然後對，你睇我帶出嚟 ninja，video ninja，對。未曉做嘅物件。對。我未曉冇記，個可能看我係句啊嘛，未記啊。對，我當我想起啊，係你放啊未下，有放啊。OK，所以那個歡迎到對來咯，即係聽一謝年啊，帶一謝年啊，捌一謝變咗好嘅人本啊，特別最近我都參加誒。學幾件咧，若是講白講即個阿玲咧，就是日本就日本嘅阿玲，就是學幾件是阿玲嘅小弟，對唔對？對。係啦，邊我見咧是學幾件成介紹學阿玲聽，特別阿玲後來是比較活動。對，其實學幾件是介紹學阿玲聽，邊咧學嘅人嚟，特別。伊頭一擺頂住佢只把個頭一擺起來錄，尋網錄音，做咩事啊？奇怪，你擼捌阿龍真濟年嘛對？我等我嚟往上年，特別一比我細漢咧，一8年嘛時候擼，一比我細漢，少一年，一比我細年，係咯，我是龍相拍車相年，特別細咗就會。你好樣看我個仔小英小英，哎呦！哇！我直你啊！我愛。我情有頓晒，我其實係個我情學定晒你啦，特別做 project 嘅嚇，真係少年我20分鐘嘅，係三十。我可能冇情有頓晒，嚇，就係我做 project 唔知佢閪件要做 project 嘅，有個 project 啦，我個 Clubhouse 嘅朋友。你話哇 Clubhouse 係幾人？你看，若是講你未 join Clubhouse 嘅人咧，你係使去一我出前本啦，噔出嚟 sticker 到啲sticker 你若是要參加，安怎要做特別嘅邊呢邊咧學見，就係去邊咧學見.com 網頁 /join， 還是去邊咧學見.com 網頁一對加入安怎去 sign up，你 sign up 時你係你 email， 即係 email link list 嘅，唔是係 email link list 就係你 email。但我講唔掉，了佢使去看安怎參加 Clubhouse，邊啲學見.com/Clubhouse， 當然啦，佢哋 Clubhouse 嘅朋友嘛，但我係使幫佢大能冇啦 Clubhouse， 我就係 Q 可以較大能冇，呢有未有？安怎一大一條嘢啊？呢，所以特別即係冚到阿龍嘅邊啫。即係等我冚住阿龍嗰邊 ，Clubhouse 嗰邊嘅就住咧，阿南西可能南西坤嗰位，大家好，阿位坤過，แล้วก็別使講，個半斤啲，別使講時呢點先，maybe 啲冇食，是唔會半斤啲你冇食，冇，早過10點半呢，10點8時呢，แล้วก็ใบเชง嗰啲。拜清嗰條唔知，แล้วก็迪亞基嗰條，大家好，耶，迪亞基慳條啫，安嗰邊，好笑你講得台灣，我笑下就超緊啊，我台灣時就是我台灣時講嘅一個就主要，我想講一條蝦條是佢條鬼，一條蝦條是佢條安嗰邊。就笑啦。OK，so 確定唔知往講咩表見季節無禮拜攏對聽到啊，即係 episode 講幾個數字，唔是 actually 幾禮拜，I think 即係 episode 成磅。
哎，我可以看到 screen share 喎，會使哦。OK，嚟，咱嚟看看啫。OK，เรา注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有時等陣，等我撳住。亂猜就是。Oh my god！正手柄咪是阿龍咯。哇咯，你是動物嘅好，還是多柄嘅？都你動物嘅好。我哋是啊，你我規件你是動物嘅，還是做柄嘅？動物嘅好。亂猜啊！動物嘅頂。阿龍，阿龍嘅，哦，對，我未記夾，我未記夾，你學你會領，我夾你學你。有啊，你 right 看， side 啊有你看出嚟啦嚇， ，left 是 A 位啊，唔是，到面到動物佢名，腳位是 A 位，你哋咧佢名咯，佢名係我夾名為啲。啊，誒名為同佢都類啊，唔知，上一次嗰時特別靚，我冇計，我唔知，冇計。我冇聯絡啦，就20-30年冇聯絡啊。對，我一直就冇咩想開面咯。上啦，你看得出來，我嘅動物評估你看得出，如果阿龍看出，特別係只看我看唔出，即係阿龍看啊，哦咩等下英國中啊，那是係那是，啊，是咯嗬，我 actually 我有丟掉。一個超喎，你看一個超阿龍。我真正殺。對，迄個點先我冇提超嘅，你就，應該我報到成超咯，我買佢提嘛。這是幾歲啊？13歲、14歲呢個。18歲。嚇，18歲你知嘅咯？冇啦，冇你18啦，對哦。唔是18，做咩死人呢個？唔是18歲。我是阿龍啊。哦，阿龍是 on the 加秋。即係放幾下。A 關未記啊，特別係我哋年。Form 3下。Form 3，而家 Form 3還是 Form 5？唔是Form 5啦，應該是 BM。Form 3，即係 actually 我 try 看我係 at 亂誒邊去學，等我 try 下。你講嗰陣是30年嗰陣，Form 5人15歲，你14歲啦，30年嗰陣。哇，30年前啊，哇撈，30年啊，這條聲詞，比這裡冇大韓國嘅老咗。嗱，這些人啦，好，是 on the right side 是絕對，這是好屌嗬。另外一個人，我是 right。 left，等我導嘢頭去，等我導嘢頭去，特別我換樣嘅面。所以我當一時的 software 撈我做那物件，安尼就靠幾物件很屌，對我樣。特別朋友，你朋友就會拍嘅咯，人哋我唔制，伊唔制荷蘭 permission 啊嘛，所以朋友拍嘅。沒有，我把你夾打。沒有啊，把你夾打。No， 我說得好笑嘅，你個波士你聽下條，就係是 one of the。係啦，琴日就是你是看嚟啊，你就是看嚟啊，琴日甲我講你是就是你嚟講，你 message 我甲我講。你我冇聯絡啊，就俾住 download 嚟。Butterfingers。哦 ，Butterfingers 我念batu，噗嘅咩 ？Butterfingers 是batu嘅嘛？哦，這個是。哦，對 Butterfingers，特別這像噗嘅咧，這唔是叫哦，樣叫咩天安門啊，是咩啊南天門？Moongate。哦 ，Moongate 唔是南天門啊？未記啊？南天門是 Moongate 咩？我未記啊，我未記。門少係咪對面嘅機嘅？總之是 Butterfingers，但是冇架機嘅所在嚟。門少係咪啊？門少？我記得邊咗未？我未記啊，我往做飛，我最上次未記，哇，後面刷嗰時。阿龍嗰邊，geography 佢哋 teachers pad 裏邊 teachers pad，真係暑假。外家入面啦，意思講。佢而家都要包嗬，成 secretary 啊你。我 feel 到是講佢是種筆記嘅，嗰種嘅。我唔是嘅，我真係順嘅，我同你講，我真係冇安尼，我冇係事嘅，
我甲即學龜啊，放只怪咯。我冇去尋人做呢個怪物件，我就可能冇理我講。你唔是派死去裝，你是會督背脊煲。冇本嘅，嗰陣時我後來出嚟摘頭路咧，我個邊啊，你看你款嘢，我本在，我屌你我上屋就就我社會比較變嚟看嚇，社會逼亂真係。社會的錯，亦冇錯，社會的錯。對。啊，當然啦，3個人係3個人 OK， 當這3個人，他差唔多是4人，3個人，免啊3個人 OK 啊 stable。我頭晚都冇見8個人是頭晚嗬，8個人是人講話係啊，等陣，有頭晚8人是9人啊嗬，然後有個人呢有個人，你 connection 較冇好嘅就對 Malaysia 啊。because 係 server 換數係，特別這個 OK 喎，這人一定人 OK。OK， 嚟，這禮拜我是要講鱷龜嘛？這禮拜講鱷龜，鱷龜係咪數呢？因為鱷龜是這裡，這你其實這鱷龜驚你其實佢實成個暑假鱷龜都係行暑假呀，但係佢把對 friend 就聊鱷龜哦。冇。我想暑假，因為我講我媽會把厝有飼一隻鱷龜，特別你是有飼龜，佢是一直係去水岸那邊，只大隻啦。哦。然後我細漢看伊只有隻暑假。哦。所以我搬來美國，我只暑假飼，我要飼。pet 啦，要飼你是個 pet 嘅人 ？pet 放啲便利學經嘅 podcast 裏邊咧，我有一個講話咧，我想去。伊是一種嘅謙笑嚟嘛，伊是謙笑嚟嘛，所以咪就笑咯，笑是上嘅，笑是上嘅。係啦，你揾個寵物嘛，對唔對？攞特別沙洋魚，係啦，伊特別俄羅魯，因為我自己做俄羅笑。俄羅笑對。俄羅笑，誒，即係俄羅笑，你講笑，會使本啊？笑，是新嘅 vocabulary 還是？我自己講啦，嚇，我自己講。人實咧，唔得人對啊嘛，成個人講俄羅笑啦，俄羅笑。所以你只是講俄羅笑啦，你接落來時候到底咪你想到是講，特別你俄羅笑啦，是想到狗啊鳥啊，冇想到鱷龜喎。我知，你等陣同我講。嚇，你講。然後actually 我搬來美國，大隻節位有人飼嘅，大上一間厝內邊有人飼俄羅笑嘅，所以我大擺有物件通佚佗啦，有貓物，有狗物，有為我 Ohio 我 host parents 有 bear， 所以大隻 bear 是 horse 啊，是 horse 啊 ，OK， 福建話係 bear 啦 ，OK。呀，冇各 bear， 我唔知，我想講變做鉗啊，係你鉗咯，鉗啊，係你鉗啊。哦唔是，你小我表，然後所以然後 OK，佢是 undergrad 嘅時啦，然後佢係grad school 嘅時，我自己搬出來住嘛，自己一人住，然後佢是個小愛飼咯，然後 actually 我有想講要飼狗還是貓們嘅，比較感覺真正艱苦咯，因為我讀 science 嘛，我特別早起個名嘅大 lab 位，哦，對，grad school 時是規節度，有時是食久大 lab 嘅。所以你幾日點整嘅啦？就朝到厝，所以你別使講成日狗啊，你嗰度再出去行面款。對。貓是 actually OK 啦，貓是講。貓是 actually OK，特別我大起一間apartment個麻煩個就計好累嘛，你再就搞 deposit。
哦，對啊！但是你吃紅那邊嘅物件，你個免係 deposit，哦，然後真係個哦，I see。你放你出來自己燒嘅了，就俾學 deposit。對，你係直接抓到啲紅啦面嘅面。甲這是免嘅，因為伊是驚你講你對做垃圾嘛是靠你壁啦，有你傾是只歹嘅嘛，還是去嚼嘅白壁上面，對，了我嘛想無飼龜咯，因為我真係習慣。有時候有朋友問，你細漢嘅時候你 because 你講你講有一隻好。我講其實一物件有狗有飼父母一然後個你講出學校出到經時啊？隨時本來因為是隔頭經嘛，然後有位哦，伊個有飼 rabbit 個飼雞飼鴨。我細漢嘅時候冇，我細漢嘅時我厝是有飼狗甲一隻鴨。你講幾係點啊？你厝5人。有住是大。我第四。你哋這件事，伊本是啦，伊本是學落，伊是學落驚，本是學落未怪事，伊學落笑，所以你是第四項嘅啦。了阿玲咧，阿玲是第幾？大我一個。哦，你是 one click up，one step up 呢？所以你個三嚟大個，三嚟大隻。三嚟子，哦，三嚟子，哦，唔捌聽人講嘅就唔係知着。我就係過嚟，我原來你上我試嚟嘅咋，我是你上我試嚟，講啷試嚟見啦，係啦，阿玲講過嚟，而家胡子自己講你講過嚟，所以特別我唔制，我制要三嚟子嘅，我唔制要，加咗啲個杯，唔是啲本嚟嘅，哦，係，冇人多。冇人當邊咧走嘅了，講啲咩咧？啲講啲邊個？所以第一大漢咧三嚟啥話？你後尾落落嚟，哦，可能報掉啦，你白報，咩事報？報掉就是講，人掉，你未聽學貴嘅故事，我講緊下面。直接入面講，你咪是學貴，你咪是學貴驚嘛？我係 interview。就是誒，講到 interview，等陣我 distract 咯，我將我 keyboard 入話啲不離話啲就先。我講最近都話就係我項會毛毛菇嘛，你記得定住，即係我其實講 one on one 咧，可能佢成班佢講話啦。然後我已經是有安排攞嚟人會做佢哋 private interview 咧就，所以我咪講人嗰時轉過。然後我咧就 start 嘅時候 ，bra 出來嘅時候，然後讓嘅細either去就定住南細 help 我去 clubhouse 然後可能 send him question 好玩嘅款，所以讓其實要緊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會 notify 你咧，就係往有 live 嘅時候，讓會使伊是同啲啦。我是無甲你講，唔是講我咪講門，係要咪講門咪講嘅爽。我是無講呢是因為話。我唔再講其實樣嘅點先係像嘅，伊即個 one on one interview 我是要看，有你是真正久無來嘅特別嘉賓，有你就是成日講人知嘅，特別人咪知較聽較濟關係甲伊人嘅生活啦、細漢啊，因為故事啊，所以巴刀咧，有幾人你話幫我 reach out 咧，所以巴刀是我甲個人 arrange 看，然後我下禮拜我攞嚟，試下咗攞嚟啊。interview，所以都會等嚇 ，OK？別攏聽到這個 podcast 嘅事咧，一個，你這 podcast 係很死板嘛？攏聽到這 podcast 是慢慢去這 YouTube 會隨便嚟學見，然後 subscribe 就便嚟學見 ，OK？同佢我唔知我幾個 subscribe，但係你攞錢幾個，所以做起一關啊，不แล้ว maybe 我係一年嘅堂嘅幾筆 ，OK？然後你哇感謝啊 ，Janet 叫我嗱即。噔噔噔噔 Happy 50th birthday to my dear John 感謝阿哥。OK， 嚟等講學貴，所以學貴誒故事嘛，但係咱講咩下，就係我講即係錄音。你問我第次怎愛吃？怎愛吃？我講是頂麥嗬，我講是煮學貴來食嘅。哎喲，你是逼啊是學貴。
惡龜啦，惡龜啦，唔是比。我係講哦，伊就因為點解就係因除了惡龜嘅啲江邊會掠到嘅，所以特到人唔知安怎咧，印度人就去掠到，就袂互我講嘅哦。然後我係講咧就無睇嘅，伊叫我高睇，了我有看嘅，我特咧徛佇邊啊，我徛佇邊啊，互我高睇咯。伊是用燒水吼淋了迄個烏龜，了伊用喲，即啊！你看伊面嘅，其實即個面，烏龜嘅面。點解我講我細漢嘛，冇得知。了我哥咧就用迄個刀嘅後尾肯剁，迄個伊用燒水淋啊，用剁啊吼，伊會卡會開啊。所以我先嚟看，看伊人，我講有食啦，我下邊幾本食就講佢佢嘛，細漢嘅事。做煮啊，煮肉菜湯咯，煮湯咯。較濟煮湯嘅，一種嘅煮湯嘢味較濟啦。伊有肉咩嚇？I mean，伊有肉誒，伊剁咧，伊無卡啦，內面伊會。所以卡無嘅來滾啊，伊個若是滾，伊無啥滾湯好咧，伊毋是下到啲卡內面嘅去掂，所以伊嘛是 presentation 較水，伊卡低掉一個機。卡嘅做嘅高。卡嘅做龜苓膏，即隻是用做龜苓膏嘅哦，即隻係哦。就家己無啦。做龜苓膏，當然應該是無咯，當然是唔使要製款咧做嗰啲味素嘅。哦，當然 because 無迄個時候無，要成個扶持人咯，當然應該是無咧。伊無 legal 時候當然是。我唔知。我感覺較貴咯，而且你想法你嗰條掠菇過嚟做。叫掠菇嚟做。掠菇實刀筆。你搞嘢。咁你較 superstitious 啦，較迷信你講即係烏龜是長命嘅物件嘛，未使食長命嘅物件。哦，我想食啊個長命。但講起即係物件，未使食長命嘅物件，即係都無好，減你少咗。OK， 來，講到啲，咪講即個笑嘅，即個寶貝誒，俄羅斯，俄羅斯嘅，俄羅斯，了你安怎去？該飼條菇啊，得一隻是你頭一隻菇。頭我先飼一隻呢，先飼一隻真正真正一隻。菇甲烏龜是會使 interchangeable 下咯。上面嘢嚟就相嘅。OK。呀，我飼嘅是陸龜，陸龜就是雞肉嘅。綠菇。叫咩？綠菇啊，佢做綠。我做它的綠。伊唔是螺嚟嘛，伊是大陸嘅陸嚟嘛。伊唔是陸旁嘅陸，伊是大陸。佢哋陸是咩不相啊？我想未起話陸，伊陸是很字上咗咧。伊是即係成一隻耳朵邊嘅嗬。對，耳朵邊啊，對。哦。啊。掠，迄個是叫做掠，迄個掠菇就是講塗骹嘅菇啦，了個水菇啊，讓嘅頭是個胖起來，แล้ว有一個。OK，了水菇咧，誒，筆咧筆是個咩？筆是個筆，唔是個水菇啊。我想講係掠菇嘛，是有水菇咯。誒，冇係水菇，迄個是 terrapin。唔知 ，OK， 所以你講到對，直直講未成，你估所以我讀冊時個就會嘛，就講是個咯，然後是其實咧俄羅斯嘅店，一個人賣你估呢 ？reptile，唔是賣 reptile，白頭開，呢個係賣白頭開嘅，白頭開。蟲類嘛，叫白糖嚇。就白糖要似邊有通賣菇咯，然後有加隻爪，然後有成個魚丸啊，魚丸咧變色龍咧 chameleon 咧們有然後佢有加隻款咧，加成糖嘅款咧，我只成糖，特別唔是成糖啦，上款嘅款。哦，然後咪去吹。我是做research，我知我買小大隻嘅，所以細隻嘅，因為我大8蚊4經驗嘛，然後跟家姐在喺即個港那邊，所以買小大隻嘅，
然後有嚟估你 baby 食細隻爾，你前兩三年個變你真正大隻嘅嘛。哦，你較夠大漢。誒，當今吼，你是學幾件嘛？那當然翕那抌料吼，你甲我就是正嘅時候，你當悄悄，然後你小影去邊，嗱冇咧當因為我係你估嘅小影到底裡面嚟呢？嚇，你看 camera 照。Okay, just like thumbnail. Okay. แล้วมาคิดโอเคว่า做แล้วว่า research ว่าสิ講 OK ว่า narrow down to หนอ行款啊，這裡叫做 Greek， 做啲嘢叫做 Russian 啊，所以是這裡是 Greek， 我跟我就講啊，乜嘢 Greece 我跟我希臘。哦，我特別記錯咗，因為我應該是希臘，帕拉拉，唔是帕拉，呢是帕拉拉咩？唔知，唔是帕拉拉，我講爽嘅，唔是咩？是帕拉拉，點解希臘？哇，喂，有我頭先講對物件。都是這裡是 Greek 做啲是相關是叫做 Russian。希臘，哦，希係 key， 希望嘅希嗎？哦，呢是希望嘅希，我成嗰時當諗西白嘅西。希，做咩希？你希係揾咗？依家你係冇咩冇關係咗？係啦，嗬。那可以吹者做咩事？嗰啲應該叫做古魯斯嘅嚇。古魯斯，有可能是啲 Greek 裏邊意思另外一個名啊。Maybe 是 Greek 嘅聲是叫 Slack。啊 ，Slack Spanish 是叫做 Greek 啊。有一幕 Hellenic Republic， 所以嘢咩是叫做 Hellenic 呢種希臘咯。Hellenic Republic 是一個什麼 adjective 啊 ？Maybe root word Hellenic 是係咩啊？冇，呢是 officially the Hellenic Republic。即係 Hellenic 是 adjective 嚟嘅，呢是 the Hellenic Republic。呢個國家咩嚟到？即係仲有冇係咩 ？B 是拉 B，係咩數？即係微微話我講係咩是 B 是拉 B。但係是 respond 係咩物件？我唔知講。B 是B 啊！你話就是講，好我 spell 嚟講是 BIH B。人係當即係啲叫咩 system 羅馬字啊，對羅馬字嘅羅馬字嚟 OK 拉 B。B 我咪好似講話咩 B 是拉 B。啦，特別 B 唔是叫做朋友咩？朋友是海龜嚟嘅，海龜甲比無像嘅啊！啊對，海龜是多食嘅，嗱無朋友是多食嘅，成日就全間都一簡單嘅，叫做豆豆咯，Ninja 豆豆咯，豆豆啊，還有講朋友8歲啊咯，啊先生講朋友叫點叫Ninja 豆豆嘛，所以好像想得意啊，แล้วก็我頭腦阿哥來喎阿哥。冇啦，Ninja 豆豆唔是講咩 ，Ninja 豆豆是爆頭嘅先生。我啷個你是，我啷叫 Ninja 豆豆。真係叫關冰於 Ninja 豆豆誒。明天一件路成個豆豆，一件路安有都知，所以伊特擺成個 Ninja 豆豆嘅戲啊，伊後尾一個卡嘅人，佢件路先。Oh my god！ 我講叫冰於罐。啊，一歲呢就諗個就都是一歲呢。嗯，太衰了。那啷個另一隻邊嚟啊？阿哥，阿哥點？阿哥你冇嚟過有邊咧學嘅錄音？嗱，而家就過10幾年前嘅10幾年前，哇，太慘事！你們叫阿哥啊？你們叫阿哥啊？還是？嚇，對啊，你叫我阿哥，你都唔知定你阿嬤音無準，你叫我阿哥。阿哥。阿哥是老人叫阿哥，冇手機啊，叫阿哥，冇手機，老人叫阿哥。OK，來阿哥，
你對處啊，對處啊。OK，來，咱聽講鱷龜，聽講鱷龜，所以了，你鱷龜講未了咯。有一個是 Greek 講未了呢個。對，但係你射獵。對，แล้ว我蘇聯呢個，蘇聯呢個是希臘嘅古。希臘 OK。แล้ว我看我感覺我是愛希臘，我未試希臘樣看我。哦。一隻像嘅，冇像，冇咩清差啦。OK，看冇咩清差。Actually 冇像 species 嚟 ，so actually biologically 是真正冇像。特別 physical appearance 看起來像。會分開，你看會知。特別真正話咯，伊個色淡薄冇像。然後伊個 size 特別 shape 嘅啦，係咪嘅啦？差唔多像伊殼嘅形嘅啦，差唔多像。你希臘比較胖淡薄。哦，希臘比較胖。蘇聯嘅較扁淡薄。扁 ，OK。然後 OK，我去到一點嘅時候，我拍電腦冇樣有啊，樣講有。然後我買 baby 嘛，我買包事嘅。OK。然後講，然後去到伊有一個。伊有3隻 baby， 然後到了伊下上一個紅那邊，然後我去看的時，我看伊有3隻，然後伊2隻是希臘的，然後1隻是蘇聯的。然後你2隻希臘的個白白去大一個 corner 去食物件，然後你蘇聯的1隻去大一個另外一個 corner，家己一人看了片安尼樣。然後我想，我迄時是我是買，我想我是今日會買一隻嘅，咁無講一隻半年本嘛。哦，就買了㗎。迄時我呢隻年前咯，20幾年前個巴魯國家貴啊，價100塊美金。哦哇！特別唔是特別俾攞食嘅咩？我聽講可以學半學法咯，唔是，樣是 solitary 嘅。哦，一人會使，伊是城里人為你買兩隻，就是個人講，就是未必。Actually，你買兩隻艱苦，還是伊是兩隻大包，你養個條小牌，你隻艱苦。你可能買啦，特別真正 high percentage 你養嘅小牌。OK，誒，特別你安怎知大包雜包，佢聽你講？你 OK，等我講，然後然後我哋買一隻嘅嘛，我個買有2隻你希臘嘅，我個想還是買一隻，就差唔多半開樣咯，很像白白，樣細漢嘅時間就三白白。對。然後，所以你是為咗積壓喺你數量呢一人，還是你為咗積壓你就要半開你希臘攞嚟？攞嚟本有，特別我感覺我為了積壓嘅個錢，我一人。lonely 一人，上一個堂那邊一人大一個 corner 呢，所以你變做景調喺你數量呢去。對，我換了我個買咗，然後這次個時間差不多21年。哇！你都幾好啊！你有當你俾學人看小影嘅哦。你會使學人看？你搭一張小影是你即老嘅，小影是老嘅。哦，小影兩隻都是老嘅啊，嚇，青衫對。對，細隻冇衫青。但你講先，我等 set up 嘅先，所以就人家看到小影。我呢看咯，แล้วสุดท้ายโอเคแล้วนอนนี่半前啦，我2022年1月，我真正這年愛想買個這隻啦，買飼個這隻啦，因為我這隻飼個隻幾年啊，感覺 OK，我會healthy啊，我會使嘅飼幾隻，我上隻這年愛買啊，我去過即係美國只係 reptile show 啊，幾個字就是 reptile expo 啊。有只 exhibition hall แล้ว真正係飼龜、白龜啊，唔是龜啦，蛇啦，係咪？แล้วมัน有。แล้ว我有去看過幾道，特別全部啊，係。แล้ว所以我
这边我这唔是讲真远啦，交换车45分钟啊，到嚟先。有一个人伊做 privately 要做是个 rescue center，like tortoise rescue center 啦。哦，然後迄個伊們家己有飼過了，個家己伊家己好樣生囝，哦，拍生女拍正愛生女伊家己孵出來嘅菇咯，然後食一項款，迄是伊有伊有咧魚粒嘅門有，然後咁有咧樹蓮嘅門有，然後門 baby 嘛，然後講 OK 我來看。伊講剩兩個節目剩幾隻 baby 無人買過，然後我去教嘅時候，迄時我無拍算唔知要買幾隻啦。然後我去教嘅時，伊有剩兩項款冇剩兩隻爾，然後魚粒有兩隻，然後樹蓮嘅兩隻，然後我個想，哎喲，買一隻個再分開啊！哦，你做隻實俾佢。經過個景嘅情況，景我唔知咗，景我數嘅時候，哎呀，隻個啦俾嘢，咗俾個啦。哦，原來。然後佢講有年無鹽加你魚粒嘅，我試第一年試隻個了真貴啊，真正好。然後我係樣細漢嘅嘛，我買是你個大嘅，行我係樣試隻大那邊，因隻什物件，然後樣條係咧血裡面咧灰啊，抓嘅灰啊。這樣有上 access， 伊個上物件，個了食上物件，花們上大，樹們上，特別一年較貴較價爾，樣你攞嚟魚粒嘅個看病啦，然後貴，對，然後一隻快個死啊，一隻看病咧個死啊，然後伊個 sibling 啊，我唔知，樣細漢就看馬路樣，我都唔知樣到底是大波雜波個，就價幾年。然後伊會唔知姊仔個啊、小弟啊、小妹啊，我唔知。佢出呢一隻，伊看病個4個月節，食物無啥物食，然後過啊個死啊。哎喲！就我有年甲你魚粒嘅無鹽嗬，飼袂成條。啊，當然咱看到這隻咧，當然咱看到這隻是一隻大隻，這是大隻嘅咯。今年9個月個隻1歲啊。哦，係。然後要只隻3千。然後你家己做呀，你家己教呀，這。不，我唔要教，這是 Etsy 嘅。哦，伊個在曬先，你條鳥哦。條鳥。哦，鳥做，哎喲，伊直接一歲啊，一個月大。未啊，伊直接地大啦。伊幾歲時就伊差唔多，伊曬差唔多呢。我個4個歲一個差不多80%是上曬啦，慢。到個10幾歲過一個是，是差不多。誒，咱看到往時嘅路邊看到真正大隻，迄個是伊整大隻，伊唔是講拿老拿大隻。啊，對，無像整伊嘅 maximum size 無像。特別伊9歲時是差唔多，本是5、6歲，4、5歲到定伊型嘅，還是迄個4、5歲個差不多差不多。90%嘅 size 啦，成個人對大，我感覺有慢有變較大淡薄啦，吧，真正慢。無講係這啦 ，OK。所以伊只伊 growth spurt 是舊價還是價差唔多個歲，可能是。所以咱看到伊名係咪 Maximilian。哦，名 Max 啊，你看 QB 喎，你看。等我看我 zoom in 到呢邊嘅。到出邊這裡是穿特技嘅衫是荷蘭。誒，這是特技啊！這是。我接落來，嚇，即係特技啊！接落來嘅 topic 是 holiday 嘛。這是荷蘭這裡感恩節啊 ，Thanksgiving 嘅事。嚇！這裡有目睭啊，係隻目睭啊。呀，你點目睭？你這是另外這是打歌嚟呀？你打歌嚟佢先個電話因為。超妙哦！伊打歌哈，佢看到伊面哈。哦，伊我攞哈。未，佢講樣就 solitary 樣。我自己困。特別成日講佢 snuggle 係咪有？
真少，伊來找我誒是小玲嘅是。哦，你應該特別係emotional，特別係情達哥啊？無啦，伊係抓情嘅呢？袂，伊真正暑假，伊樣有 hit 嚟嘛？我係接伊嘅厝嘅時嘛，大嘅 hit 嚟嘛掉。然後大家考嘅時，我擺佢出來。大家考嘅時，伊只暑假坐到我嘅 space heater 邊啊。哦。伊坐到，伊規隻個是大嘅 space heater 頭。I see，成日到底邊學一下嘢，對，轉啊！冬天嘅時啦，熱天嘅時個亂尋找咯，無需要。I see。แล้วเราทำไม่กี่看到เรา係人即係等我看係 Facebook 位 ，Facebook 人個人講係是 F.V. 天個但係伊樣佢單車是點啊？我想唔起。F.V. 天是我係cousin 啊。哦，即係因為聽邊啲學嘅是你講咩起來？我冇解講，但係cousin 啊。哦，那世界那個 Daphne PC 傻聯 not 蘇聯哦，對吧？唔是傻聯 SOO 傻聯，但係你講蘇聯咩？係咪傻聯都唔對？actually，傻聯都唔對。唔對啊，人叫咩？我唔是講唔對。因為你講 Russian 嘛 ，Russian 是俄羅斯嘅，蘇聯是 Soviet 嗰種。哦 ，Soviet 對。冇上 concept 嚟，但係我覺得講過嚟就係借檳榔嘅人別記咧就，你人檳榔老人啦，是冇叫蘇聯，是叫蘇邊嘅就。我唔知係咩數咋，我冇人嚟解釋嘅，我聽係人嘅 L 塔 B 嘅咋。哦，蘇邊啊 ，OK。我並我知檳榔嘅老嘢咋。因為講蘇邊，有啦，蘇 V 成個蘇邊。特別迄個對人就是聯，迄個聯絡，迄個聯嘅就，特別而家冇叫聯絡，就檳榔就。哦，你講聯絡啊？對，哦，即係真正留一排，我唔知係咩。你愛若是講愛吹，你話你學你破啲吹掉佢就，有嚟點號啦，樣嘅留點號，樣點號。寫 B 嘅，係咪聯合係咪幾啊？樣 spell 出來是寫聯合係咪幾嘢就？哦，那個另外一個人嘅漳州會館叫做漳州聯合會，迄個三個字，兩字啦。你寫條漳州聯合會嗰種，哇 interesting 哦！呢是真 interesting 嘅。你台灣嘅大學嚟研究福建話啊、規定嚟啊，我講講這個物件，我傳去看啦。我唔知做咩，全世界冇人揾啲物件喺度。等陣我講聯合嘅，講聯絡嘅都古仔。好奇怪 ，OK？ 我特別每看老人看，唔知作老嘅人聽你講看。攏去每，若是攏個有公媽啊、爸母老嘅，攏每看講聯合，可能是成啊。佢一間有除咗 B 嘅 email 話，你係 China House 對面嘅一間店。特別是伊個是 LI 呢個揾係先係連。伊個連呢應該是 L， 應該是。Because 咱冇講成個，冇講成個，咱講普羅，咱講冇講普博嘛，講普羅嘛對。呢條 LI 連。迄個連迄個字呢？就迄個一個字呢？就哦，連一個字，哦 ，OK， 連迄個字呢？等陣我會看。有可能佢當時用別個字，唔是用連迄個字。有可能本咯，有可能，總是咱用換別本咯。邊兩間嘅款嘢就。你看另外 Kenny Joy hello， 我個另外就 Kenny Joy classic question。What topic？ 你講到學貴，我學貴個數呢？哦，OK，其實我估有兩類隻出名嘅歌手嘛，一個是普通嘅台灣唔知學貴嘅一個台，特別你是你講你韓國嘅嗬？你講你講即係因為你嘅係冇人聽。我是講細漢嘅時，冇喺韓國嘅我係講本，特別細漢嘅時咧，往地當做乜都會就炸大隻學貴就，真正大隻嘅就，伊是少啲講裏邊嘅就，就是迄個當做乜都錄咗就，迄個嚟講啊，呢叫 sunflower 嘅 sunshine 啊 ，sunflower 就係一件。哦 ，sunflower 伊有時候講到啲咧啱嘅，一頭出嘅奇怪口嘅，嗨嘅嘢。啱嘅阿妹會。有當時有轉呢，有當時有轉，哈。冇轉呢邊。有定到時，我四隻轉有北到啲咧sunshine 個口就定到。sunflower。sunflower。
哈，伊未即個來港內面，伊到啲外口，伊到啲海邊嘅海邊。啊，伊啲海邊嘅啦，迄個港是會就入去，但做乜嘢？迄個暗，迄個海南人大嘅時候，你暗後尾嘅一條港嚟就，呢邊有一隻鱷龜啊，真大隻鱷龜就，係咯，迄個隻細嘅樹啊，我未記幾回咗就，我會記有這個樹，我甲我嘅表哥 verify 過，伊講有這個樹嘅，特別我攞你冇上未記是第時嗰陣，我佢哋會記講有發生過這個樹嘅就，真係細嘅事，迄隻鱷龜互我掠掉嗰陣，係咯，我你見哪嘛未曉啦。冇，我冇睇先，冇話嗰陣。大隻啊，咪咯，真大隻誒，真大隻嗰陣，成個我手揾開嘅那大隻嗰陣，哈，真大隻啊，真大隻誒，成個我手揾開嘅咧，那大隻嗰陣，真大隻嗰陣。咁咩笑啦？四個潮呢？四潮呢？啊 ，wild animal 嗰隻，有可能是我細漢時 because maybe 你細漢時你 imagine 你較大隻 ，because 你 relative 嘅數 ，OK。要，係咯，我係表哥本會記有這個數度，特別我上未記是多少年嘅數嗰陣，嚇，OK，有你去傾伊後尾，我有度幾啲後尾傾字嗰陣，伊未聽嘛，可能該。我唔知，我未曉，我唔見啦，我未曉，所以我唔知講伊聽還是未聽，我唔知嗰陣，所以我想到啦，你看到定到去傾，有人。啲亞外看到喺啲物件，變咗見到講通通咧，講通通嚟就，我問佢做咗你小件嘅佢咯，做咗佢又往海走，一棒棒嘅走啦，我歡喜咯，我你就係個冇聲機冇行嘅嘛，往海走啦，居然揸住呢個牛啊，我賭到對意咗，喺你傾一隻固調，嚇，傾一隻固調嗰個嚟講，哎呦，傾掉一隻啷傾咁樣嚟叫。我未記啊！我特別你記嘛？你 confirm 嗰時除掉係上嘅隻隻嚟啦。嘟掉嘅唔是話咗，第二道嘟掉嘅時候表哥咗。哦，咪講我看到對一條鱷龜，係你用劇嘅字固掉咗。可能會聽咯，因為伊是上加要記嘛。character 嘛，伊上加往嘅增加呢，是 character 呢。所以看到增加，你劇字啲增加會你未聽嘛？會聽咩？對，特別伊唔是完全上加增加，因為伊是樣嘅 skeleton， 你想看伊是 skeleton 嚟邊？我參伊骨參出伊卡咗就去。對，啲卡木因為伊 structure 是在伊卡入邊。然後樣嘅 sensitive 呢，我也不會為啊，樣嘅卡更加 sensitive。聽到嘅朋友就唔能夠做這物件啦，即係阿龍細人先未曉甲做這個即愛物件。我是講特別伊要講嘅時，就是 at least 是講你幾隻隻年後，佢除掉上一隻龜。佢是啲等咗我啱先冇搬出咯。誒，龜嘅 lifespan 嘅話，隻龜是唔是啊？冇上 species 冇上。有有個 range 就知，係咪 species 嘅了？你係少年。我係學到一個 answer， 迄個真驚人嘅 answer 咯，真驚人嘅 answer。特別我唔知迄個 answer 是真還是假嘅啦。你就係諗變成迄個 butterfly， 唔是 butterfly，sorry， 伊個都學得古早係一條路嘅咩？Bukit Jambu 起嘅咧有一個 zoo 嘅咯，真細間嘅 zoo，真細間嘅就，迄個 zoo， 伊叫做 reptile， 我唔知係咩，大文 reptilia， 大文 reptilia 時候 reptile 嘅 zoo， 大文嘅，即係你 reptile park 真細嚟嘅。裏邊有一隻老河嗰度，嗰度有隻老河嘅，有似隻老河嗰種，啲你 reptile park 裏邊，我唔知當然佢 operate 喎，我唔知啦。但係佢朋友未必聽啦，人係講話啲，啲Bukit Jambu起山喺路嘅，正到處爭小邊，係咯，迄邊咧我有自己參觀過，係咧裏邊有兩隻鱷龜，就真大隻嘅咗，伊鱷龜是真大隻本嘅，特別啊咧，伊是上個是鱷龜，應該是種嗰個索嗰個俄羅斯嗰個 Russia 嘅鱷龜，伊殼真係真翹嘅。多了一個卡安呢，我未曉啦，我就未講呢隻鱷龜，我就講長面係物件啦，即鱷龜有幾歲啊？我問咯，對，那無語啦，講姐講無語啦，迄兩隻鱷龜咯，迄邊個迄個語嘅人咧，甲我講向即是只400歲啊咋？我唔知係只係啊，400 years old 就伊甲我講，迄是只400歲啦，500多歲。伊已經甲我講就500歲，其實我記個動機，哇！迄隻鱷龜400歲咯。所以有影即個咧，你應該知嘛？你是咧科學人。同佢講，因為問題是，一
真正少有人下個真正 accurate 對嘅 record 嘛，然後真準嘅 record，然後安尼幾年啊，無可能人無可能話400歲嘛，然後還是你無真準記落來，真艱苦，然後有的人真人 ，even 伊買迄個是飼龜啦，伊 start 飼嘅時伊個是唔知幾歲啊。哦，你唔知，伊會想個啥長啊？咱講看伊個空啊，未看伊有啥？通靠準啦，白哦，準。伊有迄個，伊有一看呢，但只通靠應該無準啦。我 Google 掉啦，啲 wow 的啦，啲外交的啦，200到300。你看到啥物款咯？無相款無相。講你估咯。伊是講 generally 啦，你唔會講我貴嘅話落等名啊，佢哋 answer 就是200 to 300。哦，人家估啊，哦，你確定，你嘅估要學裝詞啊，或者你是我估白玩咧這名，伊應該是感覺80幾歲啊。哦，80幾，80幾歲咪是你10幾20歲啊，但係你咪是 estimate 啊，問題是真正少有 scientific 嘅 record 嚟去特別正是較低咧，還是較長喎？較長嘅是伊肯 outlive 你嘅時，你咪是要學你 will 就要寫學，就人去接手持你估。對啊，只人們講啊，對啊，所以你當然就要去把嗰啲較少年嘅人啊，把到時嘅叫人持。對，我都冇把少年。哎呀！我見到我係閃少年嘛，未必話就超你80歲時我幾歲啊？嚇，你80歲時我90歲啊，96。阿龍你超係咪嚟？這裡 massage 邊嘅？哦 ，OK。啊 ？massage 上面吐到啲目睭，一查嚟嚇。查啦。哦 ，pressure point 啊，一定啲 pressure point 嚟做下。但我攏看到即個 Janet 嘅即個啲 message。There is a tortoise very long and big. Even you can go in, sit and snout pick. They shall see bad. Snout pick 係咩意思？翕小影響，你是講 snap pick 哦 snap pick。哦 ，OK。我講應該是不記jambu 嘅事情哦。但我要講話嗱，即係係咪大曼 reptilia 不記jambu？ 不記jambu 嘅就當然冇嘢啦。啊，我真係記你士林門哦，你 restaurant。我係記士林門。你頭前冇顧嘅嘛？頭前你有水嘅，有隻水滴嘅嚇，是士林門。個 Anson Road 嘅位置嚟。對。士林門是。我就其實士林門是水，要顧嘅大隻本。士林門是大佬啊！士林門是中林小學對面嘅啊。學路門係學路門嗰時係咪啊？學路門是即做定記邊啊？係做定記邊啊？OK，伊樓梯起樓都關，你去下樓梯嘅係啊。誒頭前唔是有水滴嘅嗎？要。哦，頂到特別唔知重視。我嚟2隻係咪有冇未記嗰陣？特別我有一間你可能店係啦，剪出名嘅，變咗嘅辣椒料就係。羅經就出名，這是士林門，這是雙士路。羅你就出名。哎呀，就喺嗰邊講，嗰邊講係記教我講。冇士林門是就你整嘅數啊！我知冇了。冇士林門是得天。嗱，即係講即係阿哥叫做把手一件個。OK，嚟就你講你估。阿哥得落位嘅。阿哥特別靚嘅你，唔知哦，阿哥都得。關丹路。誒，嗱，即係講。Hello Chinese restaurant。有一 Chinese restaurant 都隨便去食嘢。記頭前有菇誒，同埋記夾口頭前有菇。夾口是係咪？你講咩？哦，得隻會，你是講得隻 restaurant 頭前有菇誒，好，你是講。我是會記是士林門啦，你學門啦。哦 ，OK。冇亂個別，冇亂記。OK。特別靚啲，即係阿哥別靚。冇啦，有這個 memory 咧。
你饲當今你是講你頭一隻菇就是即 Max 咯，對哦，然後接落嚟，你講如果飼兩隻傻人特別破病，不，四隻，然後兩隻傻人，兩隻魚粒。哦，แล้วกันนะชุนให้ได้สอนเลยไม่ใช่สอนแล้วแต่มันรู้ก็มีอะฮะอาลงหามี俄羅斯俄羅斯，อันนั้นจะเสียหายจีวะ我俄羅斯 俄羅斯 sorry 個講個字到你講一個 noise cancellation 過到你先係講個字 GOLOSU 俄羅斯哦 GOLO 俄羅斯 OK 俄羅斯就是講叫做 Soviet 唔係 Russia 嘅意思係俄羅斯แล้ว蘇聯嗰時叫做蘇聯，係你 political status 嚟嘛，係佢哋 kingdom 啊嘛。แล้ว你講到整嘅話咧，就是係你 particularly 係你 ethnic group 嘅係你整咯，咯 Russia 嚇。OK。特別哦 ，OK， 特別哦，因為迄個烏龜嘅正正嘅所在是古早蘇聯那邊嘅地方嘅。哦。唔是，有可能唔是俄羅斯。Kazakhstan 那邊來。哦。所以是古早嘅蘇聯嘅位。特別嘅名是叫做 Russian Kurdistan，Russian 俄羅斯陸會。OK。那 F 天嗰個 remember start with H 哦，一個嘅哦。冇啦，你是講荷羅門。哈羅門叫哈羅門，嗰個即係嗰隻烏龜仔隻。阿咪話啦，佢是福建，唔是福建。有真正隻烏龜嘅，啊！對，我冇學過，對，嘅落樹樣崩聲哦，直下咯，佢窒呢。都有啲個，有隻烏龜個。你直下你嗬？你是咧 ，OK， 所以樣你講樣家己愛大家己嘅，所以唔是安尼一人一隻直下嘅 living environment， 成日講那是算講成日看樣對樣嘅即個 animal 感受。我唔知，我講嘅是我飼嘅，你家己嘅，我飼嘅是嗰隻 solitary。特別我 feel 到本是成日唔是講 solitary 冇 solitary 啦。伊成個關掉上條嘢咧，窒入面上嘅有無產成個就是嘅小，你按照小你這邊跟浪仔卡，邊浪仔卡嘅咧，伊未 free 嘛，對唔對？成個人飼雞啊，上面嚇飼狗都成個狗嚟先，冷死死都飼過隻狗，即係咪是隻隻啊？對。對咯。特別未必有冇夾去幫聲，有夾去啊！你小水嘅菇，我無咪知，樣真正無相。哦，特別迄唔是小豬嘅菇啊，到底格洛斯是要淡嘅，伊是鋪伊是。這條樣嘅出來話，人們講就是大水那邊，特別伊是嘅小水嘅嘛。哦，你嘅菇未小豬嘅，你嘅菇係點嘅水？未小水，人未有小水。哦，所以你們係水嘅咯，就頭殼樣大嚟嘅。大。哦。就會叫做佢叫做咩啊？誒，點樣都講咩啊？綠會叫咩啊？略菇嚇，略菇是可卡意思。哈，對。略菇 OK。略菇是咩？完全伊啉水咧，可以講碗咧啉水嚇呢？啊，是一頭食 from 一菜，一隻菜 from 一菜。哦。係第一，你講嘅第一係咩？隻青菜哦。leafy greens 咯，青菜，對啊。哦 ，leafy green 咧，伊個殼青青是伊隻青是掉是 genetically。唔是本來，伊個殼唔是講真正青，伊個色樣色是，甲我黃色。哦。actually 成黑啊，就講黑嘅 color。哦，就係你炒你搭拍蛋嘅炒嘅色。咁就學 actually 有真正濟，我朋友有knowledge team。有人講是青色，有人講是黃色。誒，特別邊個看到擺，你去夾咧抱起來好玩看。亂啊，真是。你嚟掉。我怎麼？我。你想看一對未掉一股。我俾啲樣出來話，樣夾物件掉。哦，啲夾物件。我先吹一隻先。 OK。
咱看样。就是那是啷到底聽到 audio 嘅 topic 嘅啷要去看 video 係去 YouTube 去看 ，OK， 啊，嚟，我這隻是，你先隻呢？這是苗，這是 Max 啊，這唔是 Max。不，這 BBI 這是這隻是Pasha。哦，這都冇會食。嗱，你是感覺是青是？會，有人看是青喎。我是看到。會咯，我看到會。我本是看到會，即阿哥講阿西青。我是講黑 color 咯，我是講黑。但係這裡唔是阿西青咧，阿西青較重。阿西青較青。有人看到是青，有人看到是青，我本是感覺會，我本是感覺。我感覺是感覺我會甲這個青啊。伊成 cream 甲會食嘅呢，特別做個成個。嚇呢 YouTube， 伊一點嘅，我看一點。那你看到 OK， 等下，一隻無事搞啦，我能做。呀，我要破多合齋數 ，OK。你看 OK，買啊。會卡，然後佢個青嘅會個是線嘅，嗱一個是，但係個那邊啊，一是大 inside out 去，所以卡你 segment 越來越大。明白。OK， 買，依時候咪拍練刀買啊。OK，嚇，แล้ว我明白了，說明是伊個一點個咧是伊 ，maybe 伊細漢了，上擺伊大漢咧，變做佢哋淺嘅色去。冇個條樣是隨着樣嘅，對我嚟講 OK 咯 ，because 個型號我 identify 樣是隻，樣大看冇淡薄冇相關嘅。OK， 一個八隻來嗰個仔啦。OK， 這個名咩？呢隻是，但係這隻是 Pasha，P-A-S-A。哦，咁一數嚟。比較可能好像話名，這是 nickname 呢，已經是隻是 ，because 唔知是，都唔知是。唔知是大波雜包，哦 ，OK， 可能咁梅女看，唔知係就講伊故是大波是雜包。特別看伊背，特別較大漢嘅事啦，把兩細漢個老像。所以你這細漢是幾歲？如講細漢。2歲，把你2歲，哦，細漢都有一隻嘅啫。哦，這個細喎。就是一個細隻淡薄。嚇。特別像一個。哦，伊學大較淺，不伊學大較大大，你邊啊？你正手嘅。對，嚇。你名咩？這間？這間是這隻是Sasha。Sasha 巴莎個 Sasha 啦。巴莎係學點較細喎。對，沒有，這裡是 Sasha，但係你看，sorry， Pasha，然後這裡是巴莎係較細點，特別伊較大隻喎。點解成山咧？嗰邊啊，會看。即係一粒山。誒，攏去 YouTube，那時攏要看，後攏去 YouTube 看，伊 like 較無呢濟的，邊個 Facebook 來正濟啊？Facebook like 較濟。哦 ，OK。特別西門人攏看到。你看這是相會相機拍出來嚇，相機拍出來。哦，伊是兄姊妹嚟嘅嗬。姊妹兄弟啊，對兄弟啊，我唔知啥名啊。所以我唔知伊係 gender 個呀，其實個係知。個幾年個。嚇，嗰度知慢慢等佢補出，所以伊係 gender review party 是幾歲？一班。一兩400歲嘅啫。400歲嘅啫。嗱，就看樣嘅是 actually 看樣嘅較全。哦。看樣嘅背大漢嘅是個變無相。意思是講一上面一個puberty 嘅是伊即個 genitalia 出來是個變啊？什麼？係咪屬個？慢變咯，伊 genitalia 知哦。X-ray 俾你特別做 blood test 就看樣嘅 chromosome。哦，I see，所以 physically 完全伊是無 genitals 嘅。Actually 可能有，actually 可能有，伊少到那邊嘅，樣嘅 genitals 是 internal 嘅，唔是甲口嘅。哦。但係我每日 X-ray 看到就是。可能 X-ray，特別樣甲濟咪做 ，because 我會記得嘛講我樣看病時候，等下病人。樣拍病時候，伊嚟 bed 咪做 blood test，because 樣小細隻樣咪啲，所以我感覺可能 X-ray 樣個啦咪做小細隻，人隻細隻。
因為你只 chicken 啊，我咪你尋日見你咪成日 accidentally 踢到樣啊，是立到樣到啲出嚟。只少啦。你是只少是你四字啦，你四字數啦嚇。嚇，伊做你大隻，我可以去只大隻出來只隻嘛。哦，所以只樣，呢度啲咩？我可以出來問冚了，硬了我有一個像加一個，我朋友和我是用關搞起來的一個，對圍起來。哦，一些籬笆咧，一些籬笆炸掉。哦，然後我有一個桶好像長 A 是用，然後有時係大塊。because 像小細隻樣嘅行落去我靠住我沙發底啊，然後一樣嘅最隻隻坑就危險咯。哦，所以你唔使走去倒落去，就是講還是對，隨便叫有鳥有時隨大隻依家應隨到伊，我冇幫出來。OK。我有物件。OK， 來幫減啲，來問問咩？有你唔知伊是講還是無嘅了，你問你可以名。就是講未必就話，你講 nickname 性咯 ，nickname 啊，特別actually 你咪可以睇 gender neutral 嘅咯，嚇對 ，actually 對我嚟講，係咪名本 agent， 我係係啦，係咪名本 agent 就 neutral， 你咪學嘅名嘅型咯，阿胖、阿滑、阿叻、阿車，依家你攞幫咗笑，胖是可能羅炳本誒，阿滑是特係。冇係滑就冇咪是滑。Sasha 是打波就冇問題。Sasha， 我是學人 Russian name 嘛，應該是 Russian name。特別 Pasha 唔是 Russian name，Pasha 唔是Turkish 咩？我話 Russian 話咩 Pasha？係咪？佢牛鬼Pasha 是打波。誒，特別幫人點會每一咩幫人點？你講咩每？伊梅嘅名，你梅名啦。伊學習冇名，是學習冇名。就是講伊面是教面是冇，但係唔知個嘛，你估個知。So actually 估伊人係真名哦。嚇，因為聽到哟。巴沙也來哦。別。哦，別啦。伊是完全，伊愛來，除咗是家己愛來個來，無伊是無採路。樣聽到嘅嚇。樣無牙口去啊，特別內面，所以樣是較濟用 vibration， 特別我嘅耳仔是 vibration。所以你要叫伊時就頭殼嚟嘟嘟嘟嘟咁樣啊？實樣會知哦，特別樣較濟無知，樣做樣有啲家己做家己嘅物件。哦，成個玩啊！阿咩成個我係 comfortable 誒，我係 peaceful 嘅 zone，但是我家己講到除咗盲插我盲插亂。特別真奇怪，我佢做邊啲學嘅做咧，真係佢 survive 就。是講啊，我講聽，我把你個感覺掉，我真係做咩事啊？頂頭嘅時候我垃圾未就，當叫我把個以後 recognize 講我邊啲學嘅錄音櫃啊，嗬，我是真正穿嘅，我是真大一嘅。OK，但係一個你個吹掉你度下呢嗬？對，吹掉啦。來看度下呢隻，哦，這隻一會喎，冇講隻大隻象徵嘅嗬。象徵啊！似只，你才要慢慢你看喲，你可以嚟看我同貨，你而家看我 camera 喲，嚇，喲，黑管，啊，喲，播到你家裏誒對哦，來你都可以插，你買快樣嘅呢就係啊，我唔知啊，嗰樣嘅呢會辣嘅。哎呦，被捅到你家裏哦，佢哋一節咯嘛。阿姑啊，姑嘛是愛教啊。哎呦，你 chop 啊！你有試過菇本？我有試過。哇！400，真快啊！400好薄嘛？喲。因為我可以食之類是 romaine 啦，但是第一暑假就是 romaine 啊，真就係看到 romaine 去食啊。這生命是個只。哎呦，一樣係什麼？一把了對 stop 誒冇誒，一走只。因為我可以食隻嘛，然後伊在家庭家啲有攤過在食。哦，你做咩寫住講你咋？你冇計見啊？啊，走。佢哋邊啲我見佢一隻爆你咋呢？佢哋。哦，哎呦，哇！
特別伊捌路啊，有成個 stranger 都就成個唔捌嘅人嘅青雲咧要青雲。我感覺是伊袂真，特別唔知啦，同我講，可能伊真淡薄。哦，嗰時時嘢嚟找我，特別有影是伊是零嘅時間嚟找我。哦，呢個需要物件是愛叫啦。咩意思？零嘅時間嚟除到？伊 call 啦，伊袂係 hit，伊借落愛卡咯。哦，伊借落愛卡，伊袂你 hit，袂你 hit。對，伊唔是被，伊是有影被 hit 呢。哦，是係 cat drop。對。趣味咯，哎呦，唔知估嗬，安尼趣味伊個估嘅一個。一款，我當然話講到，你邊啲學人啊？咱做咗10幾20年，我學到新嘅物件講咗，對唔對？你講啊，你話咱啊，等陣啊，即個人捌試過菇嘅，但係保險店講係捌嗎？即邊種真正捌試過菇？唔捌嗬，保險店嚟你講下你試過嘅，我本捌試過。哇喂，我冇試過菇。你是裝？但係是賣清嘅是袂使講，OK？袂使講。嚇，來講下咯。我試20年。你試20年啊 ？Yes。特別靚嘅試啦。哦。我諗冇開名，我諗叫 Terrapin 嘅。你叫咩 ？Terrapin 啊 ？Terrapin 是裝嘅菇啊。我是叫伊叫伊整嘅名。整嘅名，我諗冇叫名菇。呢隻牌特 I think maybe 5節6節就換伊水啊。了呢隻牌嘅膠路嘅膠路嘅。哦。一隻白木嘅啦，然後伊冇隻。多隻啊，在那邊。多隻啊 ，like 但我 Google 看伊嘅 shape，伊 size。6寸嘅 size。maybe 更大隻。一倍哦，一檔。但我捌Terrapin 是只 classic 一個特別咱去古店，免去個美湖嘅店買嘅嘛，嗬。等我看咗，我揾咗。伊個殼會咁薄紅，咁薄淡青。Terrapin ORR， 我唔是喎，我唔是喎。大麥。嚇，大麥。Terrapin 是唔是葉？一個嗬，你講一個嗬。有紅線。嚇，對，紅嘅嗬，這嗬。你淡薄紅嘅對呀。嚇，伊這叫這隻啦，我冇試過對。伊配冇混嘅咧。嚇，我冇試過。伊隻白木嚟㗎，你講，你拍死嘅反正。伊用時加到你手啊，就你啊就買棒嘅。我唔捌可以教佢啦，我捌教。一看咧就會愛教啊啦。特別這小水啊，嗬，這是小水嘅菇啊。對，嗰條係水可以。你係水我叫我誒，這伊裡面伊這哈對，這把刀啊。然後我們是上個大媽阿哥講咯，講特別似哪隻，所以我冇似哪隻過。冇人似隻咧，就似哪隻，我都唔知。冇唔知啦，冇影一定。然後我係叫我試嘅時候，我嘅經驗是，我試咗一隻死魚，一隻死魚。我 actually I think ended up 我試唔知4隻嗬。然後我2隻我學，後尾 eventually 學人去學我係我 neighbor 有外口嘅 bond 像 bond 咁樣嘅，所以人行去試咗變咗全隻大隻去。但特別我死魚啊嗬，我會記嗬，我去到啲我嘅後尾路我嘅到上巴嗰邊嗬，伊是有拍咧打鵝油嘅嘛，特別伊鵝油別啊，一別咧一啲咪是有酸糖酸嘅咯。你死魚時我去鵝仔坑啊底到啲嗰酸嘅坑嚟啊，然後佢幾廿年嗬，伊撲出來嗬，我看到我吹到一隻菇嘅殼啊，我係菇幾廿年佢啊，看到伊殼到啲邊。你叫嚟做水面咯，嗬。你係但你簡直佢一定切一倒出來很好。冇我看到我想到，你知道得大漢咧，我係叫我試試 ，maybe 我成個7、8歲你看啊，然後我個10幾歲時個吹到一殼喎，
真係別有嘅，你估哦？一隻骨頭呢？一隻骨頭呢？哦。係啊。對啊，對啊。有我哎呦，這是我細漢嘅姑啊，我個想到啊，成個吹到波咧，成個阿龍嘅表哥吹到伊個姑嘅殼，養劇嘅姑嘅殼呢。做咩數到佢屙起來？我唔知，伊是伊 crack 下邊 crack 咗呢種，我成日點 exercise 下邊是我係上把湯嚟嘛，所以我去看到唔知做咩屬於伊。樣唔使去，我冇到底去愛啥物啦。你總是伊到底，嚇我未記啦，我到底你 slip 埋 until 伊會刷邊出來，我看這啥物一地啥物物件，靠過來嘅就是我係估嘅殼嚟。你就細漢學嘛，我嚟簽吧掉。等陣我表妹講伊無起來講，特別講伊會記，你哋荷爾蒙頭前有估。哦 ，OK。好了咩？伊3D maybe 伊 renovate 過啊 ，maybe 甲補起來定到時，伊唔是，伊個故事就啲伊南邊嘅 restaurant 南邊嘅一個店，啲外口啊，唔是外口。哦，外口 before 去樓梯是啦。對，伊頭前唔知啥，伊看啥是龍溝，特別是一個水池。哦，一池你看 ，OK， 看啥是龍溝。因為有淡薄成個龍溝，特別是一個水池啊。伊是滴你看啦，伊是滴成個人水池起水池咧等等，你看。是哦，伊個 shape 是蝦米？袂記啊。你個隻久啊，這30幾年前嘅。OK， 等陣，你唔是當晚你個寄好啊 video 個嘛 ？video， 哈，你 set up 隻誒，然後我去開嚟看啊。無啦，有時 holiday 我係好樣情物件，然後去做 video send 俾朋友，然後我send 俾你嘅時是 Halloween 嘅，然後參一個是 Christmas 嘅 holiday。對。真係我佢我有一個 Halloween 呢個五隻㗎啦，有幾個，所以你換咗一隻。哦，老咗咯。就講迄個大隻嘅嗬，第一年會輪你細隻樣，伊無去插樣，把路尾係樣白出來啊，伊看你細隻個被加啦。哦，被加啦，被打嘅。你要看，我一個 OK， 個無做過行，伊間白白。無講佚佗啦，無講佚佗就咩啊？伊是我無管你，無管我呢。哦，然後把路尾啊，伊被打下，伊看你啊。伊被打呢？我而家小，因為我迄隻大隻嘅龜啊，伊有參加真正濟無相嘅animal 禽獸啊，伊參過兔啦，參過貓狗，伊本無半項嘅，伊參加樣無數嘅。然後唔知是唔是這隻龜看啦，把路伊個被加嘅。當然這較趣味，這較細隻嘅嗬，就是。較細隻嘅就是正手柄嘅，就是講魚粒嘅，魚粒嘅，嗰樣破病，一破病就攞你破病上一病。唔知安怎，是講或者攞你上死啊？什麼？伊死去啊？一頭。對樣，是條第一隻手柄嚟成死。哦。我只發現伊無食物件。過幾日個死啊！特別樣無食物件食普通嘅，樣無時過幾日免食物件，樣免大隻食嘅。OK。然後迄時個幾過啊4過應該是食夠食物件啦，特別頂年一看提示咯，是冷嘅時樣個無物係青啊。OK， 但係普通，這是 Halloween， Halloween OK， 咱來看下。哎，最有趣嘅趣味啊！這是 Max 啦，大隻嘅。因為樣嘅 master 是鳥出來嘛。
樣嘅 master 是鳥出，係細隻呢？你唔知？哎呦，你知樣嘅 costume 是啥物啊？唔知喎。人家得到。得，以前佢把啲目鏡咧，伊白目睭嘅，哦，哦，出面哦。人家出面。你梗有心咗，你嘅人補佢啦呢？你有冇看到這第二？有冇看到這 video 嘅事情？天才，三年啊，你明白啦，明白。Halloween 啊，無人看 Halloween 2023，這是減哪隻啦？對，這定幾日先有。OK，這減哪隻啦？我特定你對想，我要好樣情啊，你們想。哦，Mario。哎呦，你冇呢個佢做嘅呀？我哋學係點看啫？這今年我自己做嘅，這個啦我自己做嘅。Princess Peach。哦，哎，超 B。你冇愛情啊？你戇布。係被樣嘅頭嘅叫自己。係 wig 就係 blonde wig 佢。超 B 數來數去。樣只教數來數去嘅。一塊啊，係啊，走。未講只塊，未講只塊。佢見到啲計。樣愛走嘅，樣塊是啊，所以因為你真正你感覺樣辦，所以你無去想講樣會。伊風險嘅塊，你見塊。對，伊唔是只塊啊，特別你特人特擺想講樣只辦嘛。特別你無去想，無去注意啫，你自然了你依個無去啦，你無注意看，就走去啦，是講。OK，嗱，嗰隻 Christmas 嘅個，咱看 Christmas 嘅。Christmas time，但後尾淡薄成個是迄個，我有放出來。有，喺度假係，你講。喺度假，可是我住 Arizona 時，我 host parents 是 Jewish 嘛，所以我住喺邊有參加樣 celebrate 喺度假。OK 嗱，即係。present 一包都嘛，因為出邊有 Santa hat 啊！哎呀 ，Christmas 有節，唔係 Christmas 有一節，有一個reindeer 嗰本。哦。reindeer。你可以人數嚟數去，你會感覺講你 accident 啲。巴多。你出落嚟 ，Oh no！呢個情成日入物架，行物架，即係 menorah。menorah 你 colourful 會以看到。啵哈！夠白哦。因為樣阿妹嘅 present 啊，做可樣個影變個對嚟。哦 ，because 到時係變佢completely 阿妹就感覺白個對嚟啊。哦。哇，你看伊少年。一個菇，一個 Three Toppers 是只菇啊，看到。對，你有朋友做好啊？嗱，你看伊 Three Toppers 是只菇，看到。超味哦！人做好啊？哦，哎呦，你覺得菇本咧正嘅講我人，原來學見。我咁正啊！就冇，點正20幾分鐘。嚟個物件要冇哦。然後 OK，這樣一個可能也起行過一隻了物件。佢起行咯。哦。一隻了物件。所以大波嘅杯，大波嘅杯個斷了，彎結邊嘅淡薄。哦，แล้ว大波會跌跌。對，隔跌，然後隔跌出來，然後唔知看，然後 OK，樣嘅 OK，樣嘅。放喺落地先，樣嘅janitors 啊，是無相嘅咯，完全無相嘅。我就是講我第一道看到伊放出來嘅時，我就請驚。哦，伊成個伊拖出來吼。對，OK，樣個了有一個坑，你坑佢哋 close 㗎，你坑是搬就搬曬上出嚟坑出來。OK。然後就是交往嘅所以是 true， 你幫就幫晒，伊出來伊就你到啊。對。你咪大波冇出來啦，是大波個拖出來。對，大波拖出來。
所以打波拖出來啊，接起伊個迄個查某嘅坑位啊，應該用迄個是拍整嘅是 ，OK。對，所以咪是後尾拄後尾曉，是後尾拄後尾，誒無哦。後尾，所以你去 YouTube 會看到只啊，有人去咧。你去 Zoo 是 Zoo，你看去看到烏龜是。哦，要 hop on 你成日咧 hop on 去嘅，你講塌掉去嘅嗬。對，還是後尾拍後尾，哎呦，我唔是塌掉。伊讓兩人飛行上一位咯，然後打波到後尾啊。OK。然後讓無出，讓是收掉嘅嘛。然後第一倒出來嘅時候，想話伊幾歲啊？特別貴啊，講貴啊，兩三歲才會 develop。無是貴啊，我是講03，然後我住喺警署嘅時是，伊個個六七歲時，頭一刀我看到。哦。然後出來時，我是著青驚噶。哈，就是講話安怎就青驚是安怎款的哈？嗰時候伊真正叫你嘅款嘅。伊隻糖嘅呢？真隻糖呢？唔是，一隻滴喎。OK，第一點真正大機。Oh my god！身軀超過身軀一半嘅。哦，隻長響，你是講隻長啊？錯，真正叫你，然後是上加黑青啦，門啊，暗嘅色嘅。上加皮膚無，上加白無皮嘅色。哦。對。所以只 maybe 只blood vessel 就得病。因為燒到那邊嘛，一個 man protect，可以 man protection，對。แล้ว伊頭前吼是家人，伊 actually anatomically 真正無像誒，我們是無是叫做 penis，伊叫做 phallus。因為伊像無，甲我人誒真正無像誒。所以伊頭前吼 phallus 就是一支長，咪個叫 phallus 嘛，對，長一支。特別好樣誒 penis 咪是叫做 phallus，所以 proper 誒。伊頭前是我 describe。你捌看過幾刀？伊頭看過幾刀啦，伊特年伊個。伊有成日有血伊成日有當。對 ，springtime 馬路是。所以 springtime 咧，伊就是伊 nature call 咧，伊就是拖出來嘅，係咪？伊有時拖出來是對。伊拖出來燒個東西。所以伊是拖出來是安尼，好像 flop 是抓嘅，只安尼快，還是咕出來幾秒呢？幾秒呢？反正幾秒呢。OK。所以伊是，但面是伊出來，但面是伊是成日有在對 nature 嚟講，伊就是被去除滅嘅咯，被拍正嘅咯，係。對。哦，原來。因為頭前只 concord describe 伊上加物件開起來呢，反正伊唔是漸漸，伊唔是圓是。你是想開一個物件做頭前嘅呢？反正。哦，伊個就冇成 alien 嘅，你講嘅嗬。對，真奇怪。然後我頭先看到嘅時，我是調查搞笑咯，唔是係咪等下大走出來嘅。我冇去笑過，我冇去笑過樣嘅抄出來。我冇去 Google 過呢，反正。然後隨便看到，我幾秒，一燒個對呀，下落去曬吹者，view advice 咯，你莫叫齊見，我真係見。邊啲物件，邊啲我見過看鬼物件啦，看隻舊嘅人舊膠，舊人。英文度你 Google search bar 那邊有一個 history。英文真錯。就是變態人去吹啲舊嘅。我邊啲學，有一邊啲學見我係 search history 就係最變態物件咯。哎呦，你俾我睇出來，好難看。到底係咪安怎吹？你講咩？怎麼你講咩啊？等嘅 phallus，我講 penis 個零文 A 啦 ，phallus，PHA 啊 ，PHA。哦 ，PHA。哦 ，phallus。冇這裡可能冇咩像。你特別看 video 嘅看得出嘅啲。等我就 YouTube。你看唔到，咱就要吹我看。我最 YouTube 英文叫做 flashing， 照出來是叫做 flashing 啊。你講 phallus flashing。undersiding， 唔是，我覺得，等陣 phallus siding 啊，哇，成個
咦，我驚哦，哎呦，安怎看？我唔知得隻 video，等我看一下。那，安看。哟，你大機，你大，成個你頭先我不要講啊，裝你睇頭先先你看你咯。Yes。哇，是 alien 嚟。有時我看到嘅時，是唔是條赤鏡？我可以唔知迄時個哪會啊？Oh my god！ Turtle gasm 你講講，太多。哦，伊那 roll 起來 ，Oh my god！ 嚇掉咯！你講真大嚇，我冇想到你大呢。真正大，actually 伊一個無 maximum 出來，伊出來個差不多，頭呢，這是一頭呢。對，伊出來個伊差不多到伊 almost 我伊頭啊邊啊就，大伊背出個差不多，伊身軀嘅超過一半嘅 size。Oh my god！ 我小隻佢落嚟啦。我 nightmare。所以特別我每路，我開頭殼白白喎，白白，這是伊絲紋啊，伊用絲紋嘅哦。有，所以出來是可能特別出來絲紋。哦，如果係假啊，係基本上咧咋？你看你白白頭殼白白是絲紋嘅了啊？可能是。Oh my god！ Turtle gasm 意思啊？我睇大隻嚟先只股，我成日講你死時啊！我差唔多成個一手嘅卡，一手嘅一件咧大件嗬，一出來時，嗱，你看。Yes。來頭先。你阿張去 describe 之類伊個頭前嘅伊個頭嗬，上加是頭呢，上加隻頭，係上加花惡結呢。係有淡薄上加 vagina 呢，可能伊個 shape 伊特別伊種就伊個出咧，你係咪阿龍都講？這個時候伊個出咧，問題是orgasm，伊小小姐啊嘛。可能就出嘅。小姐要出。哦，你看一個西洋語喎，你係。伊無 intercourse 伊本嚟出嘅啊。I think 用你最好啊。啊就啊。咱人啦，咱特別 stimulation，咱特別爬出來嘛，對唔對？Wet dream 係啊 ，wet dream 係咪係啊？特別 wet dream 出來是咩？因為我計穿啊，我看了啊。我先stress 就係驚，你想看這我 live 頭一刀我家己試嘅物件咧，平平咧都喺面整出來。變咗 alien 去，你講好？哎呦，我係 Max 變咗 alien 去了。我有影我未看伊規字，但係我買看路啊嘅。是啊，我知道，我這個即係我 YouTube 嘅 history 行下面就會 surf 翻嚟看我物件，我就死咗嚟看啊。For you page 了。我只 stress 啊，看到。YouTube algorithm 笑呀。我 for you page 出嚟你 fellas 誒，你Turtle gasm咩差唔多。Oh my god！ 哇！太奇怪了，像 alien 的咧。OK。特別你想看養隻 primitive 嘅 species 係嘛？比往。yang evolutionary 就比往加固。對，就是人講鳥是 from dinosaur 嚟，就是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是伊們是有國嘅叫咩？唔是叫呀，cloaca。cloaca 係咩？鳥係唔是隻吉利嗌啊，隻吉利係熟悉嘅咧。難食嘅sauce啊！我真正。我唔係啊，我買，點解買啊？我驚 search history。隻吉利樣做嘅是樣落掉嘅，伊版未出來 ，because 係想熟悉嘅。哦。有夾嘛呢？哇！我驚撚頭仔啊，感覺我係 nightmare 叫咩？是打。等陣不好都包槍啊！I mean anything 都俾講about 你估誒，即係入一回啦，出嚟你幾回3回啊？2回半，4隻，2回半。
無下面咯，你安怎你想到我知道我做咩事叫你學佢驚，就是因為我看到你即你學幾句嘅小影嘛，你 Instagram 嘅，แล้ว阿龍照你講下，阿龍講你聽講啊講。我唔知好陣間定住梅話，阿龍你知有隻句嘅物件。我就以前學句嘢，我寫過我 blog 有寫過有一篇嗰時片，我寫過句嘅。阿龍都冇講你，我有隻學句嘅 Facebook 隻，你佢出西跑嘅啦，唔知啊，係人哋投啲嘅啦，唔知啊啦。嗰度你講你韓國嘅，我唔知㗎，你就阿在你就讓你學句嘅白頭告訴我。知。OK， 我明講伊白頭甲學句小豆走咧，伊白頭走只快速，所以只總係無夠尾時，伊就去係穿只有勢成個 action 咯，無差別係伊句慢慢行贏過伊嘅。我嚟韓國咧，佢又我甲人講起你就係講即係學句嘅白頭告訴我唔知係咪 one of the conversation 我講起嗰陣，講即係學句嘅白頭告訴，所以人韓國我知學句嘅白頭告訴 ，then immediately 啦，結婚證佢我就真係驚，因為學句嘅白頭告訴是完全冇相嘅。你講話嚟講韓國嘅白，但係本是學句嘅白頭告訴嗰陣，你講我見咩啦？學句嗰個白頭都知道，特晚落嘢唔是？特晚你成朝白頭啊？成朝白頭，定住無你個來啊！嗰伊到底 YouTube 會吹啦，唔知咪吹到學嘅呢？吹到邊啲學嘅呢？伊無你個來呢，所以是白頭。伊冇地人話咧嘛學句冇地人咯，咁小句แล้วOK 嚟莫句不啦？莫白或者阿龍，好嘅阿龍，好嘅阿龍，嚟講韓國嘅學句加白頭嘅故事。伊講古仔，伊講有時就主人講下，冇啦，你講下面故事，我冇聽過嘅。唔係聽過啊！主要是因為你在你 Facebook 嗬，要一個 teaching 嘅嘛，要 moral 嘅，對唔對？你佢出西跑，你睇人哋頭先就係 moral 嘅 at the end 嘅嘛，所以主要是一 take away moral 完全冇相。伊是 opposite 嘅呢種 ，opposite 嘅。所以我嗰日當時講我聽嘅呢個，對啊，唔是這個故事咩？我就係講唔是，到頭拼嘅，你就係咩事喎？人嗰日人講細漢講下大漢嘅係一個 version 上面就，伊咧學句嘅白頭咧嗬，學句咧嗬，伊是到啲海量江裏邊做工嘅嗰種，就是講伊個海量昂白白大啲上最所在，伊海裏邊嘅橋少嚟嘛，係啦白頭咧是海頂滾嘅橋少嚟嘅，係咧有一日咧即係海量昂。伊查某囝就破病嗰陣，伊破病แล้ว講人哋老官啊，即係海裏邊嘅老官啊，講話我哋要追即係白頭嘅官啊，可以食啊啦，伊就好事了。人講，啊呢個學句就時候就你講好死啊啦，就到林白會使做官了，人哋我嘅朋友啲海沙鋪咧是白頭嘅咋。所以就佢走去吹你白頭咯，走去吹白頭講，你有興趣要去海洋公司者去佚佗者，我帶你去。แล้วลังเสมาเหมือนกัน就是白頭嘅接海啦，because 這裡是假嘅故事嚟嘛 ，anyway，所以就講帶這個白頭去迄個海裏邊去看去參觀者，然後去看我介紹你去做官哎喲，你白頭好啊去哦，你學句嘛養了這個白頭。喺海裏邊少少，咧學句個吹個隻個班人嗰陣，伊夾小夾皮講下就係乜嘢啦？伊講流語咗，講住咧，伊講流語伊連喺你家己尾嘅白頭掛叫海量昂嘅查某囝食嘅樹，伊本講出來咗咗，係咧你白頭聽就變青嘢咗，伊白頭對到伊海嘛，伊變青嘢，伊講。干呢？你無早出聲啊！你特別講嘛，你需要這個物件，白頭甲學句講咗。伊講話，你知就是喎，人哋往咧往白頭嘅，แล้ว咧往嘅官是會使搖出來拍一頭嘅咋，咪搖出來死啦拍一頭嘅咋。你就乜啲係隨話，但是我官個拍啲厝外口個，是哦。啊，你是邊我坐啲嘢冇，你坐我去冇用嘛，你都冇官嘛，對唔對？係咯，我官就係成日我就未死嘛，我咪學你去咯。你話我學女咯，人講啦，喺度學佢講是咩？
我唔知個原來兩個時你看你話 OK，緊對佢搖你關，伊嘛 reverse 咯 ，reverse 就對佢係傻鋪咧啊！迄個白頭就起到係傻鋪，你跳出來啦，講你bằng笑了，關都會使搖出來嘅，係咯，關都會使搖出來，所以咪啲你惡鬼咗，所以你惡鬼是下面冇彈掉咯，伊連朋友都冇去，你關都未做去咯，伊本身是想其實你白頭關，伊係 one of the lever 啦，佢學海量昂嘅就冇驚食了，伊拍白好，係啦海量昂俾可以做關啦咋。我哋做 one of the captain 啊，係啦，伊未做官，伊連朋友都冇去咯。所以你講數到頭邊時都留咗就，迄個咱人聽到 version 咧，白頭是歹死嘅嘛，惡鬼是好嘅就，嗰啲本身是到頭邊嘅就，惡鬼是歹人嘅就，白頭是搞嘅人嘅就，我就赤腳伊冇咯，是到頭邊嘅就。我唔知講佢咧，如果當時講人身邊有嗰啲朋友話咧，人去問佢，讓我聽過即係白頭靠惡鬼嘅故事。你當人本是對，本是上家人講佢哋。鬼兔賽跑咯，鬼兔賽跑 origin 是飛寶嚟，應該是飛寶嘅故事嚟。我知 origin 是阿摩家還是鄧人嘅？我唔知，即係你諗從來都唔去問這啲問題嘅，唔知。面是 Aesop 咩？人講 Aesop 飛。Aesop 被飛寶咯，對咯嚇。Aesop 什麼意思？你未曬啊？我就是講 Aesop 未曬啊。冇啦，Aesop 是咩啦？阿你 skincare。哦 ，skincare。OK，你講嘅什麼 Aesop 什麼意思？Aesop 是係你 Greek 嘅嘛？係古時候。哦，是 Roman 未記啦。Greek 是 moral。但係你講咩？咱呢是希臘。冇，咱呢是走嘅嘛。伊韓國呢度未走嘅。韓國是小豬嘅，所以顧得快。係你顧得快咗，所以到頭邊其實一直顧得快嘅小豬嘛。後尾我講個啊，惡鬼是歹死嘅咋。惡鬼是歹心肝叫做，唔是白頭咋，白頭是好心肝咋。伊上佢對嘢係傻婆咧，白頭跳落嚟咯，佢起個你落地啊嘛，起個係傻婆咧，拖卡啊嘛，跟住跳落嚟講嗬，你問笑啦，神白湯，人講怪，你都會上線啊，即個嗬，擼住你朋友被教嘅啊，所以以前惡鬼是歹死嘅，所以有時嗰度朋友是 Korea 人都見面怪之你個數啊，我買咗我就係講佢那樣唔制，係你鬥走嘅個數嘅咋。哦，有冇聽過啊？冇想咧，呢個數係你個嘟嘟可以用菇㗎，白頭做隻 L。呢個唔是講用菇㗎。另外一個劍少椒啊，什麼嚇，什麼雞啊，什麼。我俾 recap 啫，這禮拜咱學到物件。菇嘅人椒就係驚人，แล้ว第你啊，第嘅，我話什麼喺邊呢個第二咧，你冇看到啊？什麼都冇看到。第二是，頭毛惡鬼驚互人看伊個惡鬼唔是，我唔是，伊講咩？伊冇愛出就出咧，伊是伊起爽嘅出，伊走風嘅時嘅，走水時嘅出風。惡鬼驚 show 很愛抄 pornography。特別，佢哋是 OnlyFans 嚟。OnlyFans 嘅搞，特別嗰場我哋係咩 Greek 叫做係咩學嘅話？希臘，แล้วก็唔是蘇聯是 Soviet Union 是蘇聯，特別 Russia 是叫做俄羅斯啊。對，俄羅斯，แล้วก็我哋係邊個？俄羅斯希臘我估嘅生命就阿格200、300個300去，特別咱唔知冇人記錄條準，所以你特別平常時啦，嗬，就講咧出來即係你俄羅斯嗬。咱一時持咗幾年咧 ，normally 想講你 vet 就是講你 expect 你嘅即係 max 嘅 lifespan 是係咩？一冇講，
所以你無講你咪就係講伊是30歲還是50歲？是80？我講80歲嘅。healthy 嚟講，有影我吹無上 report 講無上歲，有嚟講40-50歲，有嚟講80歲。哦，40-50歲到30歲。唔知，因為你食食個就無玩嘅久嘅。哦，細隻無玩嘅久。哦，細隻，所以細隻嘅歲聲 maybe 到加，你嘅 range 是啊個40-50歲到加80歲呢？啊，我嘅幾十年個嚟 update 啦。OK 啦，變咗學見。啊，嗰條隻係咪叫佢是你講 monkey cat 你估嘅價值。monkey cake 字嚇，啲我啊 monkey cake。哦，對 monkey cake 嘢你估誒你做嘅批數嘅嚇。驚講伊人會聽。OK。我會曉啊，因為我有聽過一個故事就，伊講唔知是到一個國家英國嗰時德國啦，伊有一個狗養嘅鱷龜碰見咗，伊細陣時鱷龜碰見咗，後來狗一鬧就一大漢咧就。一大漢了，伊就十幾歲了，伊啲 storeroom 裏邊全部都係就 Brazil 嘅時候，啊，一全部都係就鱷龜就，一全部都係就鱷龜，伊鱷龜啲 storeroom，一隻鱷龜啲 storeroom 裏邊大30年咗。你隻咩啊？有辦法啦。唔係講是一隻米dust mite。哦，哇！30年，有陣時搬厝嘅時碰見。แล้ว你點知佢一搬出去幫佢，แล้ว佢把死嘅時80年過。啊咩？16歲估碰見過咩？哎，嚟講，嚟你直頭是你講數是女嘅啊？你講數是，你嗰陣時要似佢鱷龜嘅。我 playmate 是一隻龜嚟，我有3隻龜啦。啊，我細漢時我係厝3隻龜，一隻龜是真大隻嘅，我人可以名 monster。แล้ว有2隻龜是細隻嘅，特別幾歲我人唔知，特別我只會記物件咧，龜就是我阿家咧龜生來啊，我較來我阿家啦，我唔知啦。了是我人搬厝嘅時啊，迄個龜碰見去咯，就吹袂着了，我人嘛是真激心咯，我是激心啊，because 是我 playmate 嘛。了我爹講唔要緊，咱驚咱嘅物件 furniture 搬個了出來啊，較用吹，所以嘛是個了物件搬出來啊，我吹起吹落，頭殼個了位啊吹無。我人感覺迄個大隻龜 monster 互人偷摕去啦，假是伊走咯。2隻細隻我人互人去，細隻我無啥樣，我是屬個咧大隻嘅呢。那 monster 是就是解啦，了 monster 了是頭無去。碰去去，了我人搬出了，我人個轉去問迄個別人睡啦，我阿甲啦，伊人個了講無看到，所以我人是阿甲是應該是人偷摕去啦 ，because 搬出安尼一人接觸安那是，你看到迄隻龜，你特就會感覺 ，because 伊大隻，伊像甲一個牛屎呢大，伊安尼大。牛屎一隻大隻嚇，個牛屎一部咧大啦，你是講？特別我唔捌看過伊嘅一底啦。哦。伊嘅 reproductive system 我是唔捌看過啦。你唔捌看過龜卵？我人阿家是大波啦，龜會看大波查某嘅咩？我唔知。我人是阿家是大波。伊背歪一邊嘅。佢背個長嘅啊，歪去一邊嘅，其實較濟是大波。伊嘅是安尼款啦，伊 usually 歪去倒手邊。伊較長了，伊歪去倒手邊。OK， 我甲你講 ，OK。36歲，你確定家己去吹 ，because 我淡薄 nightmare。你去吹迄個龜誒咕叫落啲 YouTube 你看，伊成個 alien 嘅呢，伊呢，哇咧，甲你講。我是別等迄個。我幾件會顧生囝 ，maybe 會送我一隻，我該 adopt 一隻啦 ，maybe。你都無拍整，你都生囝啊？無拍整。無拍整 ，OK。我是想愛飼龜到短啫，我是驚飼龜到短。哦，真嘅，你拍唔見佢啊，一頭無吹掉啦。無吹掉啊。maybe 你個假㗎，10幾年咧，你個成個60年後時，一出現到啲你 storeroom 嘅，一隻。對啦，你嗰種吹個了，咪個了，有影是吹個了物件，就有影是吹袂着，毋是一人吹呢，就真濟人吹。
除了2禮拜半了過，再去找個找袂到，2月日了過，再去找個找袂到，了新厝嘅人搬入去了，過再問，過再找無到。安怎保險啲會知這個事嘅嚇？用 Clubhouse 講嘅係。Clubhouse 會講啊！我同你講，係 Saturday after 哦。OK，所以我咪在 Clubhouse 人，我係使去看，當叫我放出來，到你報個新聞你嘟出來，結果我特別去 Google 了，你卡吹。看penaihokkien.com/clubhouse 攏係在往講話時，攏係使去入邊去看啫。啊 ，OK， 我穿了 ，OK， 我就好想看到阿三拉沙來啊，你我特別 make sure 看伊會曉用這新嘅 system。OK， 了OK， 個禮拜咧，我個就會去聽新嘅話題。I think 禮拜時是我40歲嘅話題成個是。OK， แล้ว OK， 咱個就 topic 個 OK， แล้ว感謝即個。即係以前嘅人朋友個了個有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別使講㗎，別使講你有試過股哦嚇？有，你都冇講到，嚟講講啫。short 呢，我試4隻股，或者2隻股大幾大咧，一隻嚟找我嘅。哦。人家保險資講你看你啦，伊隻股叫咩啊？別記啊！哦，係你 terapin 啊 terapin 咯，佢2隻咧都吉隆坡飼嘅，嚇，後幾隻咧飼個死，有時到我去 vacation，未記好隔壁厝人甲我鬥飼，所以死。哦，哎呦，死冇物件食啊，死啊！哦，呢個冇隻 dust 咪，你厝潮清氣嘅先冇 dust。我找一個湯啊嘛。And then 我馬來西亞人家己飼學港工嘅 ，because 馬來西亞國家上嘅港工是 free 嘅嘛。哦，英菜，這個你通青菜咧嚇。所以第2隻、第3隻、第4隻咧，嗰啲放生，太大啊，未制到飼啊。哦，你去放生到你去暗位嘅落時會放啊？啊是去港你鵝會放嘅？港位咯。And then 像個幾大嘅，我是放生大啲 pedophilia 咯。哦。咁波嘅2隻咧，嗰2隻嗰啲去水咁棒翻嚟碰嘅。哦。你有名？冇啊，冇名。你唔使1號、2號、3號、4號啊？那同啲卡位。冇啦。一邊有啦，佢長會有啦。你知是最哦，還是唔知咧？其中一隻呢？呢？我唔是4隻2隻咧，我是一隻。哦，因為唔使殺到咖喱幾多隻飼，你是 over 你幾多年你飼過4隻啦。係咯，我就是放生㗎啦。OK，interesting。OK， 嗱我嘅時候未搞啊，邊啲學嘅人一人乜飼菇鬼啊？因為我嘅大主是咪菇嚟嘛？對，嗱，攏 Clubhouse 看到 Clubhouse 看到我這紅紅嘅咪菇，看到就是我嚟，哈，非常學見過，看到。誒，當今好，攏去看這 Clubhouse interface 啊，該平了，你知道當今，我上嘅新嘅 method 啊，你去看啦，伊該 high res 咯，要學累嗎？條學累，佢條學累，上應該較清淡噃。對 ，OK， 講個明星啊啦，感謝大家參加講鱷龜嘅故事了特別咱淨係講只鱷龜，咱冇講到假鱷龜喎，假鱷龜係咩啊？I mean 人嘅鱷龜，你是鱷龜，鱷龜頭，所以成日講成個拼是叫做鱷龜啦，都做鱷龜嘅啦。爸爸阿音啊，爸爸阿音 ，OK， 白字甲講，白字咱講做雞做鱷龜時，咱甲講。感謝一隻快講個正，我超過真當真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禮拜過嚟再見佢，講個正聲，下禮拜禮拜慶祝50歲生日 ，OK， 拜，感謝阿你請阿你學你鱷龜見拜，誒，完咗。
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就這邊但了這邊定看定聽到啲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嘅比較緊了加安尼看到下禮拜再見吧，一普及嘛，下禮拜再見，微微話我嚟啊，等我冚聲。